今日我會同大家探討一個關於愛、失去同埋再次擁抱婚姻嘅議題。當見到喪偶嘅朋友呢，好快識到新嘅對象，好多人可能會諗，佢哋係咪根本唔要舊情，因為咁快就可以識到新嘅對象，甚至乎呢，當事人都可能會懷疑自己，而感到內疚。但係呢，研究發現，喪偶嘅人能夠再次去愛，往往係呢以往嘅另一半呢俾到婚姻滿足感佢哋。呢個婚姻滿足感呢，將過去嘅美好唔單止冇成為咗佢哋嘅枷鎖，反而成為咗佢哋向前走嘅動力。面對失去，每個人嘅反應呢都會唔同。所以當我哋見到身邊嘅人選擇再次去愛，請先停止我哋批判嘅諗法，而係給予理解同埋祝福。選擇再次去愛，唔係對過去嘅背叛，而係將過去嘅美好呢當作力量同埋勇氣，繼續向前行。真正嘅愛呢，唔係讓對方永遠停留喺悲傷之中，而係祝福，希望呢對方繼續向前走。如果你正喺度經歷失去，請記住，你嘅悲傷呢係真實嘅，你嘅愛呢亦都係真實嘅。你有資格再次幸福，唔需要任何人嘅許可。幸福嘅婚姻呢，係教識咗我哋點樣去愛，成為我哋向前行嘅動力，繼續有愛人嘅力量。